下係日間內窺鏡常見問題。診症係咪需要預約㗎？又有邊一啲預約嘅方式呢？病人需要提前3到4日預約。如果病情緊急，中心可以安排即日診症。本中心提供3種預約方式，分別係電話預約、WhatsApp 或者係香港專科官方網站進行預約。本中心嘅職員會盡快喺辦公時間入邊處理你嘅預約同埋查詢。係唔係需要轉介信先至可以約見專科醫生㗎？本中心係唔會要求轉介信嘅，但病人亦都可以根據自身醫療保險要求而作出調整。點樣先至可以知道自己嘅病症係應該睇邊個專科呢？香港專科提供多個專科服務，如果對病症有疑問，可以致電或者 WhatsApp 本中心查詢。病人並可以預約家庭醫學專科。家庭醫學專科嘅醫生對於常見嘅疾病都有深入嘅認識，喺一般嘅情況之下都可以為患者診治。如果病情需要專科醫生嘅治療，家庭醫生亦都會負責轉介，並且同唔同嘅專科醫生溝通，為你提供適合嘅診治同埋安排適當嘅檢查。診症之後係唔係可以即刻開始進行內窺鏡檢查呢？胃內窺鏡同大腸內窺鏡係唔同嘅。首先係胃內窺鏡，病人可以同醫生會診之後，經醫生評估，如果情況合適，病人就可以喺會診當日進行胃內窺鏡檢查。請注意，病人需要喺檢查前4個星期停止服用抗生素，2個星期前停止服用胃藥，並喺胃內窺鏡檢查前6個鐘頭禁食，2個鐘頭前禁水。但若果病人出現以下4項其中1項情況，分別係年齡為80歲以上人士，需長期服用藥物，例如糖尿藥、血壓藥等，患有長期疾病， BMI 值等於或者大於40人士，就需要經過醫生進行會診同埋評估之後，再另約時間進行胃鏡檢查。另外係大腸內窺鏡，病人喺進行內窺鏡之前，需要同本中心嘅醫生進行會診同埋評估，並且另外約時間進行大腸內窺鏡檢查。由於大腸內窺鏡檢查前3日開始，病人需要進行飲食安排同埋飲用瀉藥，所以大腸內窺鏡係唔能夠喺診症當日即時進行嘅。大腸內窺鏡或者胃鏡係點樣收費㗎？如果持有公立醫院嘅轉介信，又會唔會有折扣呢？本中心嘅內窺鏡檢查同埋手術均以套餐形式收費，套餐價已經包含咗整個內窺鏡檢查中嘅所有費用，但唔包括初次診症同埋治療性藥物嘅費用。所有嘅收費都可以喺本中心嘅官方網站上面查閱，收費清晰、公開透明，絕無任何隱藏嘅收費。如果病人持有由醫管局發出同埋註有病人嘅證明文件，例如轉介信，就可以享有特別嘅優惠。不論係日間內窺鏡、外科日間手術、耳鼻喉科日間手術，定係骨科日間手術，都可以享有9折嘅優惠。但當中就唔包含監察麻醉嘅費用啦。詳情請致電或者 WhatsApp 查詢。做大腸內窺鏡或者胃內窺鏡嘅檢查之前，有啲乜嘢需要準備㗎？首先係胃內窺鏡檢查前嘅準備，分別係檢查前4個星期停止服用抗生素，檢查前2個星期停服胃藥，喺胃內窺鏡檢查之前6個鐘禁止進食，喺胃內窺鏡前嘅2個鐘禁止飲食，包括飲水。另外係大腸內窺鏡檢查前嘅準備，大腸內窺鏡檢查前嘅3日需要進行飲食安排，詳情可以參考以下嘅影片。診症嘅時候需要帶備啲乜嘢文件呢？就診病人應該帶備身份證明文件，例如身份證。另外，如果病人有需要的話，亦都可以帶備醫療卡去到本中心辦理登記手續。如果有轉介信、相關舊片同埋報告，例如 X 光片、MRI、CT， 都可以帶備以作參考之用。可唔可以取消預約或者改期㗎？如果未能夠依時就診，請盡早致電或者 WhatsApp 改期或者取消預約，以騰出診症嘅名額俾其他有需要嘅病人預約。可唔可以使用醫健通嘅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呢？本中心係可以使用醫健通嘅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嘅，
如果想使用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入邊嘅病歷，就一定記得要授權俾本中心嘅醫護人員啦。由其他醫生或者診所轉介嘅病人報告會係點樣處理㗎？一般報告會直接寄到轉介醫生嘅診所，再由轉介醫生跟進報告。檢查之後會唔會需要覆診㗎？覆診又要點樣預約嘅呢？我哋會需要根據翻醫生嘅建議，如果喺檢查之後需要安排覆診，姑娘會即時為病人預約覆診嘅日期同埋時間。覆診係咪需要由本人出席㗎？凡診症都需要由本人出席。如果有特別原因未能夠出席，需要預早通知本中心，出示翻授權書同埋身份證副本。詳情可以致電或者 WhatsApp 查詢。唔知道病人係咪可以喺香港專科直接購買醫療藥物嘅呢？病人係唔可以喺香港專科直接購買醫療藥物嘅。我哋會建議病人先約見醫生，再由醫生根據病人嘅情況作出藥物治療。如果發生緊急嘅情況，又應該點樣處理啊？本中心設有24小時緊急電話。如果喺檢查或者手術之後有出現不適，可以致電24小時緊急電話向職員查詢或者求助。本中心嘅每位職員都曾經接受專業訓練。香港專科喺公眾假期會唔會照常服務㗎？本中心嘅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六，早上9點至晚上7點。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係會休息嘅。如果遺失咗病假嘅證明或者報告，要點樣補領呢？如果有需要補領醫療文件，可以致電或者 WhatsApp 本中心申請。補領醫療文件係需要收取行政費用嘅，詳情請致電或者 WhatsApp 查詢。大腸內窺鏡或者胃內窺鏡嘅費用有冇包含填寫保險表格㗎？凡進行內窺鏡檢查或者手術，填寫首2份保險表格嘅費用係全免嘅，第3份或者以上就會收取600蚊嘅行政費。如果需要由醫生填寫保險索償表格，就需要喺檢查當日帶備申請表格啦。香港專科接受邊一種嘅付款方式嘅呢？香港專科係可以接受現金、信用卡、易辦事、八達通、支付寶 HK、BOC Pay、雲閃付同埋 Tap and Go。